大家好，我叫做 Milken。咁我以前咧就做咗會計師10幾年，跟住8年前咧就轉型成為身心靈治療師，咁就創辦咗我嘅 centre 就係小天地啦。而呢個小天地咧就係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揾翻自己，去做自己中意嘅嘢，去創出佢哋嘅新天地。咁而我自己點解會由一個會計師走咗落去另外一個身心靈治療師呢？本身好似會計師係完全用頭腦嘅，而身心靈呢就係好感性嘅一樣嘢。嗰陣時咧就係因為自己咧喺嗰個人生咧都走到一個樽頸位，跟住咧就開始去揾翻自己。咦，其實我要嘅係咩呢？同埋當初我自己都會 set 咗好多唔同嘅目標，幾時要考好個會計師牌啊？可以有幾多收入啊？又或者咩職位咁樣？但係去到我一達到之後呢，我就發現，咦，人生變得迷茫，同埋唔知再有咩方向咁樣。跟住於是呢，就開始揾翻自己啦，去了解翻自己。咦，其實我想要咩嘅人生？點解我好似冇咗個方向咁樣呢？跟住就慢慢開始去接觸唔同嘅身心靈課程，跟住喺呢個過程裡面呢，我就慢慢去更加了解自己裡面嘅需要係啲乜嘢嘢，同埋我過往其實追求嘅係啲乜嘢嘢。跟住之後呢，當我有一刻留意到我畢業啦，我可以轉型啦咁樣，咁跟住呢，就轉型到去成為身心靈治療師。咁跟住呢，就將自己學到嘅嘢同埋點樣可能過往無論面對壓力啊、緊張啊、焦慮啊，都孭住好重擔咁樣去行。但係透過我自己嘅人生經歷同埋去讓自己改變之後呢，特別係個思維同埋心態改變之後呢，成個人生都改變。而家嘅人生真係變得輕鬆喜悅，而且充滿榮耀。所以我都好想將呢一個信念，將呢一個狀態帶俾身邊嘅人。